有一间这个就市的凯益国际公司，因的董事长和一对翁仔某诈骗1600万，这个董事长已经请辞负责，现任的董事长再去毛到地检署按铃控告迄对翁仔某。 饭煮好了没？宝贝。找有中线白镜广告，凯业以造卡百回起家，即马是股票上市公司。中国月底伫证交所发布的重大消息说明讲，承认签订优品合约拄到诈骗，前董事长蔡无灿已经辞职负责啊。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在运作，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交易上的服务？现任的董事长是前董事长的小弟，请3位律师控告姓刘的翁仔某。 因推荐买油品，双方用微信讲好是总共180万栋轻质的存款油，公司甲前董事长前后后汇将近50万块欧元，差不多是新台币1600万。对方讲无收到，公司想要甲供应商直接直接，对方拢一直主动，开业发现唔对，直接将这个合约交予莫斯科台北经济文化协调委员会去查证，包括油品的保证书、油品的护照、原产地证明、配额证书等等文件，拢总是假。请问是刘先生吗？哪位？刘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这边是各家媒体，因为上午凯益公司的董事长好像有出面指控您涉及诈骗，想要这部分可以跟您做个访问吗？喂。 听到人要甲个电话直接就挂断，凯益强调讲，结合约的款项，前董事长拢有胜出，对公司无影响，因为目前被拍入专业交挂。凯益大动作去地检署要加固，希望透过司法的管道，互投资人有信心。